2026年1月14號至15日，由惠州新動力主辦嘅大灣區創未來惠港青年交流之旅正式啟程。30多位嚟自惠州市華羅根中學、第八中學、惠港中學嘅優秀學生，連同惠州市領導、校長代表以及惠州新動力執行主席徐浩然同埋我等一行人一同踏上香港嘅學習與文化之旅。呢次活動旨在讓惠港青年深入交流，一齊嚟探索大灣區嘅無限可能。第一站，我哋首先嚟到職業訓練學院，參觀中華廚藝學院同埋酒店及旅遊學院。佢哋近距離觀摩專業廚藝同埋酒店管理實訓，感受到香港職業訓練教育嘅精細同埋實用，亦都享用咗在校學生烹調嘅豐富午餐。下晝去咗香港都會大學教育同埋語文學院，院長錢之安教授親自接待，帶嚟座談會、課程介紹以及圖書館同埋語文教育中心嘅參觀，都帶學生熱情分享學習生活，俾我哋惠州青年對香港高校嘅中文、英文、普通話課程充滿憧憬。到夜晚，我哋去咗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國家安全展覽廳，透過展品，大家更深刻理解國家安全嘅重要性，增強咗愛國情懷。第二日，我哋嚟到香港教育大學，由創意培育與拓展中心總監蕭冠明教授親自講解，內容涵蓋香港高校收生情況、內地學生葵港升學途徑、時間軸同埋材料清單，以及香港大學教育嘅獨特優勢。同學們認真聆聽，積極提問，對未來升學充滿期待。短短2日，惠港青年喺專業學院、高等大學、國家安全教育同埋維港夜景中共同成長，互相啟發。呢一場唔僅係一個交流，亦係大灣區青年攜手創未來嘅起點。感謝惠州市統戰部同埋市教育局、香港各院校同埋所有參與者嘅支持同埋付出。大灣區創未來，惠港青年同心行，期待下一次再相聚。